其實我哋嘅 slogan 係叫 Be passionately curious。其實我哋係想針對嘅就係小朋友，先激發佢嘅好奇心，因為好奇心先至可以驅動到小朋友學習動力嘅。喺以色列嘅制度上面啦，佢哋會好傾向去培養小朋友開放思維，令到小朋友除一知道呢樣嘢，佢哋要行動。OK， 知道學習咗呢個知識，佢哋要識得應用先至可以有幫助。同時間會令佢哋反思好多，其實了解世界。OK， 呢啲知識究竟可以應用喺自己自身身上啦，同埋世界點樣聯繫？佢哋好多反思性嘅問題。作為家長嘅你，喺小朋友學習嘅同時，記住自己都要每日進步。關注我哋，了解更多育兒、升學、教學嘅小知識。歡迎阿卡，多謝你 Vincent 邀請啊！阿卡佢係威士文教育嘅創辦人。威士文教育咧好特別嘅地方係佢哋聚焦喺發明家嘅思維，同我哋傳統香港嘅學習模式咧就有好大嘅唔同。威士文嘅教育理念係源自於身份轉變啦，因為其實我自己有個小朋友啦，咁啊嚟緊6歲啦，喺佢4歲咁上下啦，咁我覺得佢係需要學critical thinking 同埋 design thinking 嘅。咁究竟有啲咩有效嘅方法可以令到佢真係從玩嘅角度去培養出佢呢兩個思維咧？咁所以就當時啦做過一啲 research 啦，咁就唔同國家或者唔同嘅教育系統究竟點樣培養小朋友，好有幸地俾我哋接觸到原來以色列嘅教育制度。其實以色列呢個國家啦，佢培養咗好多嘅諾貝爾得主。OK， 同時間啦，佢哋喺科創方面其實喺國際間都係一個好頂尖嘅地位。咁所以我哋就會去 in-depth 去諗啦，究竟其實佢哋嘅教育制度同香港有啲咩唔同，而令到我哋嗰個成就會不一樣咧？喺以色列嘅制度上面啦，佢哋會好傾向去培養小朋友開放思維，令到小朋友除一知道呢樣嘢，佢哋要行動。OK， 知道學習咗呢個知識，佢哋要識得應用先至可以有幫助。同時間會令佢哋反思好多，其實了解世界。OK， 呢啲知識究竟可以應用喺自己自身身上啦，同埋世界點樣聯繫？佢哋好多反思性嘅問題，佢哋唔會話淨係靠書本去建立知識。佢哋好多時候嘅會教育小朋友，其實老師教嘅都未必係真嘅。佢哋要知道乜嘢叫真理，佢哋要嘗試推敲，用自己嘅方法去刺激佢哋去尋求真理。佢哋會挑戰書本嘅智慧啦，挑戰老師智慧啦，甚至喺同學之間互相做一啲 brainstorming 啊。咁所以我相信，喺呢個層面上面嚟講，若然可以培訓到呢啲小朋友有自主能力啦、動手能力啦，甚至會反思真係應用知識，咁所以就會衍生到我哋喺 online education 啦，喺啱啱所講啦，應用教材以外嘅，我哋會做好多真係刺激嘅思維嘅動作。咁所以有幸地有一次喺小朋友玩嘅過程當中咧，佢就生咗 idea 出嚟。咁我自己本身係做技術轉移工作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會接觸到專利。OK， 咁而當我個小朋友啦，佢嗰次生到 idea 出嚟啦，咁我嘗試去做專利嘅檢索，原來就真係世界上冇人做過呢樣嘢。咁點解我作為一個爸爸唔嘗試去 prove 佢有呢個嘅創意能力咧？咁所以我當時就做咗文件，然後就拎咗去德國專利局去做申請。咁而有幸地今年嘅7月咁就正式批咗張證書啦。咁就係呢一張啦，咁今日帶咗上嚟，咁啊 demo 俾大家睇。咁所以其實咧，專利佢好講求嘅就係創新性啦。你必須要過摸一啲類似嘅技術存在，咁而且佢有實用性，佢真係可以有機會可以落地，可以做到 product 嘅，咁專利局先會批。咁所以喺一個設計過程當中，如果小朋友擁有思維之外，佢仲可以去 prove 到佢自己一啲好獨一無二嘅創意，而且係歷史上面冇人做過嘅，咁我覺得係一個相當大嘅肯定。咁所以令到我同我 partner 咧就會衍生呢個 idea， 就係將呢個模式複製，咁希望透過教育嘅方式啦，令到更多小朋友受惠嘅。小朋友擁有呢項專利，真係可以佢自己落地做 product 咧，甚至可能真係做專利授權，呢項係一項資產嚟，佢係一項特權嚟嘅。佢唔係講緊我拎咗張證書去 prove 到啊，我贏咗啊，做咗第一。呢項資產點樣利用就係我過往我自己 background 去做技術轉移去做嘢咯。咁所以其實我希望威士文啦可以推動到知識產權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講緊點樣應用。我要講緊嘅唔係評核制度，而係呢項資產可以變現。
咁呢個可能係我以後幾個 phase 會做嘅嘢咯。咁但係最主要嘅就係我哋話俾你，其實依家我做緊成個課程嘅包埋申請費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唔係純粹做教育，我要推行到一樣嘢，小朋友係有呢個能力先。OK， 知識產權係應該被重視嘅，而呢項知識產權點樣去商業化就係後續嘅嘢。初創嘅雛形就喺呢度，每一個小朋友 project 就係透過呢樣嘢 support，亦都令到個小朋友佢會多咗一樣自信。好多人都做唔到嘅嘢，佢可以咁細個就有一張專利。冇錯，所以其實咧creative competence 係一個好大嘅 point 係觸動到我要做教育嘅，因為咧成個我哋去設計課程啦，呢個階段啦，甚至我教小朋友做實驗都好啦。咁其實最開心個 moment 係咩咧？唔係拎咗張證書，拎咗張證書嗰下佢冇表現得咁開心，佢表現得最開心嘅係嗰次係我帶佢翻學，跟住我同佢講：喂，仔啊！你嗰次生咗出嚟嗰下嗰個發明嘅 idea 咧，我已經幫你做咗文件，拎咗去德國做申請啦。若然我最後拎到證書話，你就係一個發明家。哇！佢個開心到跳起，即刻跑翻學校，第一時間見到老師，耶！我係一個發明家。我覺得喺教育上面啦，最大滿足感係令到小朋友行少咗一啲路。OK， 就好似啱啱所講啦，其實背誦啊、邏輯已經將會被取代，咁不如我哋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哋可以幫佢跳過咗某一啲階段，目標導向，市場需要啲咩嘢去做。你覺得對於香港嘅小朋友嚟講，以色列嘅課堂模式啊，定抑或係香港呢一種 STEM 嘅教育會比較適合佢哋咧？其實我覺得真係好睇小朋友本身佢吸收知識嘅方法啦。其實我唔會話覺得香港填鴨式教育有啲咩大嘅問題存在。OK， 因為我自己都係喺呢個教育系統下長大啦。OK， 咁依家睇翻可能國際上面地位啦，其實香港都係一個高端嘅教育學府。OK， 無論喺 IB 又好啦，我哋傳統嘅真係 DSE 又好，或者我自己末代會考生都好啦。其實我哋喺學術成就上面都好名列前茅嘅。OK， 咁但係同時間我哋要睇嘅就係我近年會參考 PISA 佢嘅評分，即係講緊國際學生嗰個學習評分制度。咁就見到個評測制度，其實香港小朋友喺學術上面地位真係高嘅。OK， 佢係講緊喺科學上面，雖然科學科評分高嘅，全球排行第7，根據2022年嘅份報告。咁但係有一個細項，佢會講緊係創意思維。香港學生嘅創意思維，佢係講緊係只係得32分，比國際標準低1分，只係排行第22嘅啫。咁所以其實見到香港小朋友學習能力高，係基於香港嘅學習制度啦，我哋好追求嘅就係考評啦、分數啦，甚至係講緊個學習嘅效率啊。咁但係創意思維呢樣嘢就真係冇得去考出嚟嘅。咁但係我哋啱啱所講嘅就係好多香港嘅 STEM 啦，其實都係基於可能係 coding 啦、robotic 啦，其實好多都係跟說明書或者指引去做嘅。小朋友嘅創意思維係咪只係停留於係跟現有教材上面嘅框架然後產生呢？佢哋會唔會識得反思呢？而創新嘅標準係點樣釐定呢？我自己嘅個人嘅 background 啦，其實做知識產權創新性就真係要講緊佢要係透過知識產權嘅部門去批核，去認可世界上冇呢樣嘢，先至可以滿足到呢個成就嘅。咁所以我就會想利用呢個嘅知識產權嘅申請制度。OK， 透過專利局去批小朋友嘅創意，先至可以 prove 到佢呢樣嘢係新嘅。咁我哋喺呢個課程上面，其實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嘅就係，就算小朋友生到佢哋嘅idea 都啦，其實若然我哋做過檢索，專利局覺得唔 work 嘅，或者我哋揾到現有已經有呢啲技術嘅，唔好意思，真係要佢重新調整佢嘅設計，調整佢嘅策略，或者用唔同嘅方式，要令到佢滿足到專利要求，先至可以拎到呢一張證書。咁所以其實有冇話邊樣嘅教育制度唔好呢？社會上面嘅人有好多種啦，角色有好多種啦。可能有啲人真係執行力強嘅，其實佢只需要好強嘅行動力已經足夠噶啦。咁但係睇另外一個嘅調查報告啦，講緊2030年，其實僱主需要啲乜嘢嘅能力嘅員工。OK， 我用呢種方式去推敲翻，其實小朋友需要啲咩能力？反而依家2030年好多僱主需要嘅就係可能小朋友一啲系統性思維啦、創意思維啦、佢嘅領導能力啦，甚至佢好奇心，保持佢嘅學習力。咁所以若然喺咁嘅程度之下，其實可能喺教育上面需要另外一個板塊嘅人才，
真係佢會針對係透過佢學習會做一啲新嘅創新嘅嘢。我相信啦，我哋依家已經感受到其實 AI 已經幫助到我哋生活，有好多可能邏輯啊或者知識上面嘅，其實 AI 可以幫我哋做到一啲初期嘅consolidation。咁我哋點樣應用呢啲嘅 data 或者我哋用 critical thinking 去批判究竟佢提供嘅資訊準唔準確，就係可能人嚟緊需要嘅關鍵。咁所以喺威士文嘅教育啦，或者我覺得新嘅教育制度嚟講，係需要優化小朋友呢方面嘅能力嘅。的確啦，我哋都見到未來其實好多工種都會被 AI 啊啲機器人。係啦 ，Vincent 你哋都做緊 AI 啦。冇錯，其實我哋都好感受到咧，未來嘅小朋友其實對佢哋需要嘅能力就唔再係以前嗰種我要背晒所有嘅文件啊，或者係嗰種 execution 嘅能力，比較多嘅咧係我要創意思維，點樣可以去更加好咁去應用一個 theory。我知道咧威士文教育其實個課程設計上咧就分咗3個階段啦。第一個就係個小小發明家，然之後創意工程師，最後就會去到未來嘅專利師。好犀利啊，背晒。呢一個3個課程嘅階段咧，其實由小朋友啱啱嚟到威士文教育，到底點樣可以令到個小朋友去投入、去思考、去理解發明家思維到底係啲咩咧？其實個課堂咧係點樣發生、點樣開始嘅咧？好啊，或者咁啊，我今日都準備咗份 handbook 喺度嘅。咁其實我哋叫威士文教育啦，其實我哋嘅 slogan 係叫 Be passionately curious。其實我哋係想針對嘅就係小朋友先激發佢嘅好奇心，因為好奇心先至可以驅動到小朋友學習動力嘅。咁我自己喺香港土生土長啦，咁其實我嘅學習過程都係嘅。我求學階段其實會一直咁問自己，其實我學嚟做乜？OK。咁無論係物理啦、化學啦、生物都啦，好坦白講句嘅，我自己揾唔到我學嘅原因啊。喺我角度嚟講，只係覺得我學嚟為咗考試，而缺乏咗我學嗰樣嘢個動機。咁我相信考評制度嚟講啦，需要大家學術上面標準化，咁冇辦法地喺 syllabus 上面需要用呢種方式去統一化，然後用一啲考評嘅制度去到釐定佢哋吸收得到。OK， 咁但係反而我威士文想做嘅就真係從好奇心出發，令到佢哋知道究竟學習嘅意義係啲咩，同時間喺個學習過程當中要俾佢應用得到。咁所以啱啱 Vincent 你所講嘅，我哋首先第一個階段啦，我哋叫做少少嘅發明家，少少發明家，我哋最主要咧就係做嗰個嘅學術嘅 foundation 啦。咁呢份嘅 handbook 咧亦都會係第一階段會用啦。咁其實內容上面，我哋高度參考咗啦，其實今年小4至小6啦，新增科學科嘅內容，包括嗰4個框架，涉及可能力學啦、宇宙啦、地球上面相關嘅嘢啦，咁然後將佢好規範地變成一啲課程嘅內容。咁然後課程內容我哋特色會做啲咩咧？其實有好多嘅內容啦，我哋會用問題，我哋用問題去刺激佢思考，我哋會問好多 how 嘅問題啦、what 嘅問題啦、why。OK， 我哋要喺知識上面，我哋要令佢延伸知道其實同世界關係，透過世界觀察佢見唔見到呢啲知識上面其實有應用喺生活上面。OK， 先打開佢呢個知識上面可能個 foundation 啦，同時間嘅就係要打開佢個觀察力。OK， 因為當佢觀察到，其實就會有成就感。我自己喺培養小朋友啦，其實感受都好多嘅。除咗喺科學上面，舉個例子，我會教佢中文字，咁呢方面冇辦法，真係要硬背。但係當佢學識咗中文字嘅情況之下，我帶佢出街，帶佢玩。喂，爹哋，我見到呢個字，呢個咪咩字咯？佢會指得翻俾我睇。原來透過觀察，佢話翻俾我聽，我俾到一個正面嘅 feedback 佢，其實會好鼓勵到小朋友喺學術上面繼續去到努力進步。所以無論我教小朋友都啦，我話俾佢聽，我教佢寫字都，我話俾佢聽，其實係教你控制寫字嘅原因係因為控制手肌肉。你畫畫都會畫得靚啲嘅，於是佢會覺得咁我依家要認真去寫字。我話俾佢聽，你識得睇字，其實令到你識得去睇書啦，你甚至自己識睇卡通片啦。OK， 卡通片嘅字幕你都識睇啦，電影你識睇啦，你會明白。OK， 咁所以其實佢會知道原來學咗啲嘢應用到出嚟係為咗啲乜嘢。我哋會嘗試以呢個樣嘢作為一個動力嘅動向，令佢保持學習嘅能力咯。咁所以我哋啱啱所講啦，我哋呢樣嘢可以激發到佢去觀察啦，俾到家長或者俾到導師 feedback 啦，我哋知道佢吸收程度
喺我哋第一個階段，我哋已經可以做一啲好簡單嘅能力嘅評估。我哋好威士文好主張嘅就係我哋唔會用考試或者比賽嘅方式去決定佢嗰個嘅能力，反而嘅我哋會參考用其他嘅評核方式。咁有幸嘅我自己團隊一個 partner 啦，咁其實佢係做兒童教育嘅，咁佢引入咗一套嘅系統叫做Press Award， 咁係英國科學協會做嘅一套系統嚟嘅。咁佢就會係每個階段啦，係用一種 challenge 嘅形式。咁佢係透過觀察，見到小朋友可唔可以喺呢個階段證明到佢嘅能力，俾一啲小挑戰佢哋。OK， 咁嗰樣嘢就唔係講緊佢要做咗或者要考到墨到佢先至做到，而係佢喺學習過程有冇表現到呢啲，例如溝通能力啦、邏輯理解能力啦、應用能力等等多方面，然後覺得佢滿足到啦。其實我哋喺第一個階段已經可以頒到呢一張 Press Award 嘅 Star 嘅證書俾佢，可以證明到呢個能力。OK， 咁當佢完成咗佢啱啱所講啦，觀察力基礎啦，同埋佢有真係基礎知識啦。咁我哋去到第二階段，真係講緊工程師階段啦。我哋要話俾佢聽，要建立佢嘅應用力。OK， 應用嘅能力。咁所以去到應用能力，我哋會用啲咩方式去做咧？其實我哋會同佢好大量咁去做一啲 case study。現有世界上面一啲嘅科技啦、設計啦，究竟當中佢個過程會係點做？因為我哋好想教小朋友 design thinking， 佢首先要發現到問題，佢要應用，佢要諗啦。究竟佢未識諗之前，人哋係點樣做？我哋要用 case study 嘅形式，好大量地用16堂時間，其實好我哋成個課程啦 ，OK， 3個階段38堂，16堂最多嘅就真係建立佢呢個思維能力，佢要知道個 process 要點做。要練佢個腦部肌肉，咁所以啦，我哋會喺個過程會俾佢見到，人哋要做發明嘅，佢會發現到問題，咁跟住就要諗設計啦，個 solution，究竟係用啲乜嘢唔同嘅物料啊、結構啊，人哋設計點做啊，點樣優化到啊？其實專利好多時候會講優化啦 ，OK， 過往可能有其他 solution， 有其他嘅設計出嚟，點解呢行會比佢更加成功？OK， 我哋用呢種方式嘅，從由簡單到深啦。OK， 俾佢知道人哋設計點做啦。同時間，好似課本上面第一個 phase 未用到喎。咁究竟可以用啲咩方式去收集到更多嘅知識咧 ？AI 可以好快咁俾佢哋用對答嘅方式啦，用文字去理解啦，做到 consolidation。OK， 當佢收集到啲知識係原來人哋係咁樣最終生到個設計出嚟，然後喺市場上面真係一個好成功嘅企業或者一個成功嘅產品俾人複製，咁呢個就係我哋 Phase 2想做到嘅嘢。去到第3階段係一個非常之大挑戰嘅過程，因為佢需要用10堂嘅時間去自主研發一項專利。咁我哋會用小組形式去到做呢個課堂，4至6個小朋友一組，佢哋自己諗命題，佢哋自己去搜集資料，自己做設計、做 testing， 最終落地。佢個 idea 一定要做到專利，以呢個為大前提去做。咁所以其實就好似啱啱所講啦，佢就算生到 idea 出嚟，佢都未必一定可以滿足到我哋個條件，佢必須要調整。咁所以我哋嘅團隊就需要一個技術轉移嘅專家啦，咁就由我去做啦。咁我哋會去喺呢個位置去 tune 佢 idea， 直至到佢成功。咁所以佢當中佢會面對好多問題嘅，包括可能係啱啱所講啦，佢個 idea 其實去唔到專利嘅 part 嘅，其實佢就需要調整啦。咁面對呢啲逆境嘅情況之下，佢用咩心態去做？咁呢個亦都係可能我哋依家傳統教育上面比較少遇到嘅嘢，就係正常讀書咪考試，佢唔會遇到一啲乜嘢逆境。佢哋自己可能會面對嘅就係優勝劣敗嘅嗰種分數不足嘅挫敗感咯。咁而講緊佢需要我哋喺課程上面冇比較嘅，而佢當佢面對到 rejection， 佢點樣去用佢逆境嘅智商去到處理呢個問題？同時間嘅就係團隊嘅磨合啦，4至6個人，大家各自各可能分工上面已經出問題啦。大家有啲人唔做嘢喎，有啲人做嘢喎，其實 project-based learning 係一個幾有效嘅方法，可以見到小朋友唔同嘅能力啦。OK， 佢哋點樣分工，點樣去溝通，同埋最終可以真係協力做到一件成品出嚟。咁所以當中嘅其實講緊真係用呢10堂時間，講緊要全面嘅應用，包括啱啱所講啦，應用觀察力啦、應用力啦，同埋真係創造力，可以滿足到國際嘅認可。咁呢個就係我3個課程結構希望達到目的咯。我覺得你呢個課程結構咧設計得好好，由理解去到應用啦，之後由自己諗個問題，
設計，再揾翻個解決方案出嚟。當中咧除咗學習到一啲 theory 之外，亦都學習到人際關係啊，點樣同其他組員去配合啊。但係我就有一個問題，因為我見到咧啱啱嗰個 catalog 入邊咧，嗰啲 theory 咧都幾深下㗎喎。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點樣可以令佢好容易就可以理解到呢一啲物理嘅定律啊，或者係呢一啲咁深嘅 theory 咧？OK， 咁我哋嚟緊嘅課程咧就唔再係幼稚園學生啦。OK，我哋會嚟緊係 target 緊8至11歲嘅小朋友。咁所以其實佢應該係小3至小6呢個階段。OK， 我哋嘅課程咧亦都係根據翻可能啱啱所講啦，科學科嘅框架設計。咁所以其實係針對緊可能小4至小6係適齡嘅。只不過我哋用另外一種方式，除咗一啲直接去俾一啲嘅 theory 佢之外，我哋真係想佢學以致用，透過觀察同埋應用，更加深入咁了解佢個學科。咁所以其實對佢可能喺平時返學上面吸收知識有冇幫助，我相信會有嘅。咁呢個就真係會有賴我嚟緊導師團隊嘅 support啦。係好多時候我哋細個學習嘅時候咧，其實就學未積分，都唔知第時幾時應用到。呢個課堂最重要咧，俾咗佢一個學習嘅意義。咁如果啲家長啊都認同你呢個理念嘅話咧，其實你點樣推薦佢哋去開始去培訓佢哋嘅小朋友？咁我哋嘅威士文咧已經開始推出咗試堂啦。咁所以其實嚟緊聖誕啦，唔知條片出咗街未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聖誕已經開始搞試堂啦。咁嚟緊陸陸續續，我哋都會用呢種方式啦，去到俾唔同嘅家長同埋小朋友體驗我哋嘅學習。我哋亦都會做一啲好簡單嘅creative problem solving 嘅一啲評價嘅結果，俾翻家長了解翻小朋友依家嘅狀況。咁亦都會俾家長啦了解究竟我哋依家參考緊以色列嘅教育究竟嘅特色喺邊度啦，同埋我哋成大邊咯。有唔少家長咧會誤會咗我哋係教 STEM 啦。咁其實我會形容我哋自己用 STEM 係做媒介嘅啫。OK， 其實我哋教緊小朋友點樣去學習知識啦，同埋點樣理解知識係需要應用嘅。到最終嘅，其實我哋真係想培養小朋友創意嘅能力。如果家長佢都想揾你哋試堂嘅話咧，佢應該用咩方式啊？或者點樣可以聯絡到你哋咧？好啊，咁其實我哋威士文教育啦，我哋已經開設咗我哋嘅 Facebook 啦，開設咗我哋嘅 Instagram 啦，同埋開設咗我哋嘅 Threads 嘅。咁所以用翻我哋名 Wiseman Education 就可以 search 到我哋噶啦。